啦，我係魚仔，今日嚟到中山中澳春城嚟睇呢個120方4房兩廳兩衛。我好中意嚟睇樣板間嘅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佢會俾到你好多嘅裝修靈感。餐客全一體嘅設計，令到成個空間嘅採光同埋通風都非常之好啊！廚房 L 型佈局間中島台嘅設計，炒菜、切菜、洗菜三角動線非常之合理啊！同香港嘅高密度住宅唔一樣啊！喺呢個位置咧，我哋係擁有超過8米闊嘅樓間距，大大咁提升咗我哋住宅嘅隱私性啊！呢邊咧可以作為一個客房嘅使用，咁另外一邊咧，我哋都可以作為一個書房嘅設計。呢間客房咧就啱晒有小朋友嘅家庭啦，擺得落2個大床之餘，仲可以有一個咁大嘅書台，同埋小區咧就會有羽毛球館同埋全齡親子樂園。咁我哋嘅小朋友一落樓就有得玩㗎啦。廁所咧同樣採取嘅係乾濕分離嘅設計。主臥係咪超級闊落咧？皆因佢贈送一個54尺嘅大面積俾到大家。主臥咧就帶獨立嘅衛浴嘅，咁我哋落翻嚟浸翻個靚浴，一身嘅疲倦全部都消失晒啦。項目有4大主題園林喎，東南亞巴厘島新針式新加坡，喺小區裏邊就可以沉浸式體驗度假嘅感覺啦。